那请问你那边学生补习上什么课啊？国英数呀？国语、国语啊，英文也有吗？英文。我那边是补习，我自己的补习校就是学校开设的主要科目都有。哦，是是啊，是，就是语文、数学、英语英文啊，然后也有理化。理化也有。啊，理化也有。哦，连国中的也在教哦。我们主要是针对国中跟高中。哦，国中、高中啊，哦，我们的不简单补习主要针对国中、高中。是的，是的。那我们的读经班主要是针对国小这个年龄段。哇，真好。国小，然后个别也有到幼稚园的大班。哦，哈哈，好棒，好棒哈！雅婷浅显呵，哈哈，雅婷浅显做那个网络电视台最佳主播。欢迎大家收看网络电视台节目。今天报道台南市第3届读经状元会考，还有雅婷浅显为大家做简单报道。哦，加油加油！